往左看，往右看，全是涨涨涨。2020下半年，挺过疫情的台湾股市就像画面上红彤彤，1400、15000、16000，不但屡屡刷新纪录，成交量更是大暴增，投资客盆满钵满，股海中更出现一群跃跃欲试的新面孔。走廊上大排长龙，学生们想要挤进的教室竟然是证券研究社。学生们下课后脑袋想的是怎么把自己的资产越滚越多。其实跟前几届相比的话，我们的人数多了很多。因为像去年的话，股市有很好的表现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去年的社员成长是超过100%，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翻倍的。所以我们就需要借更多的教室啊，办活动也会就是有更多人参加。拿出笔电，聚精会神。现在年轻人和20年前的菜篮族可不一样，他们拥有更多的数据工具，更及时的社群网络。尤其低薪时代，他们愿意积极参与股市，说不定能赚一些零用钱。怎么那么多年轻人呢？会希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就是1年赚个1倍或2倍？那他们给我的答案都一样，他们都会说：姐，因为我们薪水实在是太低了，急着要从股市里头去发财，所以他们对于研究基本面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多理财小白似乎没有那么多的心思花在研究这一块，反而他们会很急着去用一些工具跟软体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会认为说：今天如果有什么讯号告诉我可以买，有什么讯号可以告诉我要卖？今天软体或者是工具告诉你你可以买台积电，可是呢，其实呢，软体它毕竟是一些筹码面跟技术面上的讯号。那如果你自己没有对台积电做足功课，你就没有办法一路报到现在。这些被称作股市小白的新手数量还真不少。证交所统计，20到30岁开户数已经超过100万，但专家也提醒，现在股市荣景和70年代台湾前烟角木时空背景完全不一样，胡乱买很大几率会伤到自己荷包。因为这一波你买错股票了，可能不但没有赚到钱，反而会赔钱。因为现在股市的规模很大，那资金呢虽然很充沛，可是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子多到会满出来的程度。那现在呢，所以现在呢，变成你选股也很重要，那进场点呢，其实也很重要。所以在技术面上的这个操作的技术面上来讲的话，现在的困难度是比以前要高很多。功课做不够，经验少，还有只看消息面，听信网络上的杂乱名牌，股市小白们一个不注意，很可能就被烫到。不少专家也认为，如果在2020有跟上浪潮赚到钱的年轻人，目前政府打房中，把资金转成首购置产，相对安全。我会建议，在股票这么高点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它到底怎么涨？它会到2万点吗？会到18000点吗？其实几率来讲，相对来的低啦。所以现在股票市场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不如把你的股票的配置降低比例，比如说降低到5成4成，把这些资金呢拿出来买房子。现在呢布局房地产，因为房地产的基期已经没有像股市这么的高，所以你未来的增值空间是可以期待的，而且房子至少还可以住嘛，不像股票市场，你如果看错标的，可能就变成壁纸了。那房子至少你还可以留到一间你可以自用的房子。不管是房产、定存、股票、基金，又或者投资自己进修学习，只要不乱花、多规划，无论有形或无形的报酬，最后都会回到自己身上。